阳明交通大学有一个学生，顶礼拜暗时伫咧学校内面撞到一个外口入来查甫人，讲家己是乌道，目前伫咧附近交易，因为欠钱呢，就开喙甲学生借钱。这个学生烦恼到安全的问题，最后是借9万块给对方。落尾才知影讲，全台湾已经有8个学生当着嫌犯，其中有4个学生借钱给对方。当然，这借这寡钱出去是有去无回啊。喜欢跟人家塞奶，你听有？因为我们做兄弟不喜欢跟人家塞奶。3更半暝，新竹阳明交通大学内面出现一个4个借钱的查甫人，而且佮挑工找校园较暗的所在，向学生讲家己是乌道。学生因为惊会有安全问题，照对方的意思，借伊9万现金。他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，这样过来，然后就边跟我挥手边讲，同学，你可以帮我一个忙，然后问我能不能借9万给他。然后一开始我当然是强烈拒绝的，可是他后来又有说到他在台南的势力，然后帮忙处理多多少少大小的纷争。学生后来把事件经过写伫网络顶悬，才发现原来唔拿家己一个被害者，连清华大学、各有家人以及台中的大学，拢传出有同款的代志。大概有多少人？群组应该4、5个吧，4、5个都是同样的手法。对，然后都是8万到10万的金额。警方表示，目前已经调出监视器清查身份，准备列出嫌犯，厘清相关案情。受理报案后，立即派员调阅周边监视器，清查行为人身份，以厘清案件真相。学校方面嘛，紧急寄 email 提醒学生，若是当着青分人借钱，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，赶紧找学校人员协助处理。另外，也派人巡逻，加强校园的安全。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。